政治消息，南北两党上开刀抗议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话要罢免总统赖清德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嘛讲会发动弹劾，一定要让总统落台。不过民众党团表示，在党内爱个讨论才会当表态。若民进党是认为这罢免总统无正当性，若是国民党咧乌白话，民进党袂对咧乱。不但立法院要提出罢免案，我们全民要发动罢免赖清德。正式真激动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日伫凯道集会当中发出520总统就职满1年了后，国民党团会提案罢免赖总统。党团总调鲍坤基阁讲，也会发动弹劾，要用尽一切手段，让赖总统落台。一定要提出罢免。我想国会的态度已经很清楚，全民的怒火在台湾各个角落都会展现出来。在野的这个力量足过2/3，这个罢免案才有可能成功。好，誓师体大。最近呢，台湾民众呢会进一步来讨论，做最后的一个定案。对罢免赖总统，民众党团表示这件代志真重大，该等待内部进一步的讨论。因为目前要罢免总统标准是真悬，要由全体立委1/4提议，而且经过全体立委2/3，也就是76席的同意了后，才会当成立。不过目前在野的席次干那62席，搁减14票。亲像前总统陈水扁任内，就摆4届互提案罢免，不过拢因为无达到标准，并无成案。国民党来启动的各项宪法的工具非常多，从倒阁被打脸，到现在的罢免赖总统，就后续还要讨论。但是就门槛上，应当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我们都给予尊重。那至于傅崐萁还补了一脚，他说要弹劾赖总统。如果以宪法制度的设计，弹劾总统同样需要立法院2/3立委的同意，而且要移请宪法法庭来审理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指出，在野提出倒来个罢免或者是弹劾总统，拢欠关度的社会正当性，这是颠倒变政治操作，民进党袂对立起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